陈老师，啊，能不能问你件事儿啊？你说，你跟我学骑摩托是为什么呀？为了让两个不能见面的人见上一为了陆光啊？所以你说把刺拔了，这是愈合了，是跟陆光和好如初了。对了，小石，你之前说的那根一直困扰着你的刺，拔了吗？放心，伤口都愈合了。嗨，我又不是什么小肚鸡肠的人。再说了，都翻篇了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们准备了那么久，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。你就先让我把这件事踏踏实实干完，行吗？老子滚！干嘛呀？滚啊！